係一個充滿機遇嘅年代，科技不斷演變，隨住新時代降臨，工作模式、收入都跟從時代變化。如果你都想衝破一成不變嘅工作模式，擺脫時間空間嘅限制， Causeway 隆重推出聯盟夥伴計劃。Causeway 聯盟夥伴計劃為你開啟事業新方向，零團貨，無需管理物流，只需要一部手機或者平板，就能夠隨時隨地銷售產品，招募新會員經營事業，隨時隨地不受空間限制 ，anytime anywhere， 建立被動收入。你只需要分享優質產品 ，Lumi、Lock and Lock、Celosafe、Smart Fitness 系列、Causeway 全線健康產品 ，NMN、強心血管通、三效益生菌、綜合果蔬酵素等。無論你係學生、上班族，甚至只係退休人士，我哋會為你提供專業培訓、穩固嘅市場策略，助你逐步建立強大銷售網絡。無需單打獨鬥，而係以團隊形式發展，冇上限佣金收入以及額外獎勵，凝聚團隊力量。聯盟夥伴計劃令你踏上事業道路，令掌握更多自主權，自己人生自己話事。